书第4章我们把它做一个结束。好，15节到19节。4章15节到19节，来，何西阿书第4章15节到19节。好，我读上半节，大家读下半节哈。我这个是修订的和合本来。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西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真神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广之地。好，这个后半节是用问号哈。现在新的标点跟那个修订本说，现在耶和华能牧放他们，如在宽阔之地牧放羔羊吗？就很清楚了。好，17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喝完了酒，荒淫无度。一起来。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长官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卷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读起来每次读到这种经文都会心情很不好，因为它全部都负面的，没有正面的。好，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来14节以前14节以前都讲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民众，然后呢15节呢就转为对全体的整个民族，因为他们北国叫什么？以色列，南国叫什么？犹大。好，第15节提到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好，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念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过河的民族，过到对面。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另类的人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另类的人。众人皆醉，怎么样？我独醒。好，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10个支派犯了罪，他们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全部报恶讯，说我们去一定死定，一定没命。他看我们如蚱蜢，就被他踩死。唯独有2个人，是那2个人？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叫做另有一个心志跟随主。好，这个迦勒是另有一个心志跟随主，他感染了谁？你知道吗？感染了以色列的一个继承摩西的领袖，叫什么名字？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到年老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全部所有长老聚集起来，12个支派聚集起来，说你们到底要拜埃及的神呢，还是拜你们祖先两河流域的神呢，还是拜当地原住民迦南人的神呢？然后他说一句话很有名，叫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As for me and my family”， 所以那个至于我，就是你们要怎么做，你们的选择，但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个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我们是这社会的实验组，我们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有上帝的信仰在我们里面，我们跟这个社会不一样，这个社会是对照组。我们要成为一个另类的人。那这个另类的人这种观念我们总会被人家看白眼，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从众人格的文化。我小时候只要跟他不一样我爸爸说你这样子大家都讨厌你，老师也讨厌你，怎么的？我们都不鼓励人家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什么时候才觉醒？我高3才觉醒。我高3的时候，我们班上同学全部趴着前面2堂上完课全部都趴着睡觉嘛。我们班同学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唱 Oh my darling， 嘣嘣，结果全部都叫起来唱。那时候就我坐着，他们就硬把我拉起来，我就坐下来，就把我拉起来。我说干嘛？我那时候我觉醒到我的头脑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容许别人在上面驰骋。我不要我的人格不要成为黑板，容许别人在上面写叉叉，最后黑板剩下什么？黑板剩下什么？粉笔灰，没有主见嘛，黑板没有自己主体的东西嘛。那这个观念，所以呢，这里就劝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你不要看别人做，我也要做，了解吗？不要看别人做，我就要做。那个。所以我蛮欣赏鲁迅说的，他说横眉冷眼面对什么千夫指，虽然你们众人都指责我，但是我觉得我对上帝负责。可惜我们的文化被教导是叫做忧谄畏讥，我要很恐惧别人会讥笑我，没有面子，要跟他一样，要跟他五弊五平。所以在这里就劝了犹大，你不可以犯罪。以色列啊，你行淫的，所以他劝整个民族。犹大，你为什么劝犹大呢？这里有3个祈使句，第一个不要，第二个不要也不要，有3个不要嘛，对不对？这个不要有3个，一个往吉甲去，上到伯雅文，还有指永生上帝的启示。这个3个名词我们都搞不大懂。来，第一个叫做不要上吉甲去，意思不要往的意思，说不要进入了。不要去朝圣了。上的话，那个伯雅文就是伯特利是指的高山不要这2个都是指的朝圣的行动。他们朝圣的地点，一个叫吉甲，一个叫伯雅文。等一下解释一下。他们信奉异教，你们知道，我们台湾人也是这种情形最糟糕的就是五灵五行，哪里对有的神明的hen。我们就跟着去朝拜，对不对？说没有主体性这些每天我把先，所以有那种交替神论他们那时候呢，他们往吉甲跟往伯雅文表示北国的人，南国的人都喜欢到北国去朝圣。结果呢，不要起誓，就是指着北国的人，他们轻忽上帝的名字，常常用上帝的名字。去发出他们不能做到、不能守的誓言跟承诺。这里3个不要都是复数的，命令句的、祈使句的复数，表示每一个犹大国的人都不可以，不要说别人做了，我为什么我必然看好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们都喜欢这样讲嘛，对不对？我以前都喜欢讲这句话，我爸爸就很生气。我爸爸就什么，你知道吗？就说人给你假赛，你别假赛，听懂吗？人给你假赛，你别假赛。所以我爸爸也很有主体性呢。就说不要跟着一窝蜂你们知道中国有个小说听过吗？叫《西游记》。《西游记》里面有个主角叫猪八戒。猪八戒原本是个天蓬元帅嘛。他要下凡成为人嘛？他在下凡成为人的时候，走在人的道路上嘛？结果呢，发现怎么样？好孤单，都没有人。他说：“怎么办我要做人都没有人结果他就选另外一条路嘛，发现那人很多嘛，拥挤嘛，结果一出来就变猪嘛，你知道吗？猪八戒照镜子叫什么？里外不是人。他意思是说，你想跟别人相同那个吴承恩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跟别人相同，你就变猪八戒了，你就变成猪跟他一样所以跟流行跟什么那个都没有那个主体性，所以他说你不要去，人家在那个好，那吉甲呢是约旦河东的一个中心的圣所，这地方是一个北国以色列的圣所，那是耶罗波安建立的，《列王纪上》16章
28节到32节。那耶路伯为什么建立？你知道吗？因为他怕北国人又跑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嘛，所以他就在那里弄了一个圣所嘛。那个圣所是官方设置的。先知何西阿为什么禁止呢？很简单嘛，因为什么？因为耶罗波安违背了上帝，他在那里设立了金牛犊，说那是耶和华嘛，所以他是假的。上帝说那个，好了，伯特利呢，也是王的圣所，官方是为什么禁止呢？因为伯特利原名叫做上帝的殿嘛，现在叫伯雅文，伯雅文就是把伯特利这个字读歪了，意思就是罪恶之所嘛，本来是上帝之所嘛，就变成偶像庙。好，那在这里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何西阿谴责极假的宗教的罪行跟不当的献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原本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地方，结果因为宗教的混合，所以原本是以色列灵性的中心，撒母耳在这里曾经审判以色列人，在吉甲，民众也常常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他们也在这里拥立扫罗为王。他们那个地方曾经都有非常美的历史的传统，但是守到最后就变成整个扭曲了。好，那伯特利也是，伯特利最早名字叫路斯嘛。伯特利是谁在那里？第一个在那里梦见上帝的天梯，那是谁？雅各了。雅各人这个人蛮有趣的，他本来是一个什么一神论的。一神论的意思是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神呐，所以他认为耶和华上帝是他们家乡的上帝啊，所以他离开他们家乡上帝，跑到伯特利的地方啊，他觉得那是另外一个管区了。结果在那里，怎么梦见耶和华？我怎么跑到这里？怎么绕过界了？这样了解吗？你知道客家人是拜什么吗？三山国王。你知道那个泉州人啊？泉州人是拜什么？广泽尊王。漳州人是拜开漳圣王。新化人拜什么？你知道吗？拜妈祖。都有族群的神，还有地方的神明，就是地方嘛，要变成族群的神嘛。所以台湾人在拜妈祖是很可悲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因为原本台湾人拜的是北极玄天上帝啊，因为北极星引导路是海神，结果拜了妈祖妈祖他有个顺风耳，有一个什么千里眼，因为那时候没有气象报告嘛，所以就是这个的投射这个是谁拜的？是新化人。郑成功当时有个叛将叫做什么？施琅。施琅要来攻打的时候，郑成功的部下有很多新化人，他就把妈祖从俗人，你知道一个君王里面有君王最大的太太叫什么？皇后。再过来呢，妃，再过来嫔，有没有？再过来杨贵妃就妃嘛，过来嫔嘛，再过来什么？最后到第6集才是淑女，淑女。结果他就把她升为天妃，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天妃宫，天妃又把她升为天后，所以马公叫什么？妈祖经，妈祖经啊，台湾有天妃跟那用这样子来，然后把台湾人把郑成功打败，又强迫政府的公家的庙宇都是用天后天妃。就是异族统治了以后，连你的神明我把你改了啦，这样了解吗？改了，所以台湾人去崇拜一个欺压台湾人、奴役台湾人、把台湾卖给满清帝国的人，在拜那个满清帝国的神，你就了解那个。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以为是这地方的神，结果上帝在那里跟他显现的时候说，对不对？他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嘛。他说我以为是我老爸的神，结果没有想到是我祖父。然后他说我也是你的上帝，所以他就发誓言说：主啊，如果我平平安安的去我的舅父那边，
你既然绕过界了嘛，绕看很远嘛，了解吗？我要回到那个两河流域嘛，绕看很远啊，我平安的去又平安的回来，你就保守我，他就在那里献祭嘛，啊，那个地方就是祭奠嘛。结果一个纪念耶和华的地方，却被混淆成为宗教的那个蛮糟糕的，就拜罗伯安就在这里设立了丘坛，委派祭司在那里献祭，然后铸造了金牛犊，列王纪上12章29节到33节，把雅各的那个对于上帝的敬拜变质了，所以他就改名叫伯雅文呐。哦，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以色列已经乱了，啊，坏了啊，他们就想跟这里何西阿很痛心，说你们不要跟人家一样。那所以我们呢，只要我们家里有青少年，我们家里的人孩子一定对我们提出挑战。为什么我们家人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同学都行，有没有这样子？对不对？同学，昨天报纸登了一个人痛苦了，哭了。我认识一个人啊，他的儿子16岁而已，就帮他买了50几万的重型机车，然后一飙就飙100、160、170，他妈妈吓到这个没有证照，这个老爸说，实在是很悲哀啊。我们的孩子如果问我们说对不起，我们家就是不一样，我们家就是不一样，那个标准哦，感根不一样的哦，就是这样的啊。犹大呢就这样，跨人这个亚香怎么样对拜？亚香对拜哦的国语叫什么？不是拿香跟着拜啊，亚香对拜的国语叫做从众人格，跟随群众跑啦。啊，台语叫什么？你知道吗？西龟怎么样？挖大饼。西龟挖大饼，所以入门爱看门风，入所在爱拜托里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爱看人面色，然后呢，就变成这样叫做社会化。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真的要白目，北拜不是要做人，北拜是对信仰上的执着啦。分出有些是绝对性的，有些是相对性的。绝对性的一定要持守，相对的就尊重，这样了解吗？哦，这样啊，他们呢整个就乱了，跟大家这样子，然后为什么犹大国会这样子？因为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土地是南国犹大的2倍，人口是3、4倍，国力非常的强盛啊。他们都有一个观念哦，只要有人兴旺，一定他的神比较看得兴啊，这样听懂吗？西门看得兴啊。啊，所以以色列人哦，他们被亚述帝国灭了，被巴比伦灭了，他们都认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少数中的那个影响啊！不要以为那个黑的对啊，这样了解吗？新名啊！所以我上次有讲过，我们教有一个郑宪明弟兄，他在人家要求他按手热手，那个腿会好，他就坚持不要。他说那个力量不是出于上帝的，他就拒绝。啊，拒绝以后，他同事都说：“啊，你搞戆的你，啊，人你看耶登那个哇骨轮，哦，啊都已经好了，啊你为什么信耶稣信到下雨？”他就坚持不要。结果他们的同事哦，真的按了就好了，哇，就健步如飞。但3个半月后就死掉了。那时候出卖灵魂，他说我不要，不是出于上帝的能力跟恩典的，我拒绝。拒绝。哇，这个是很大的勇气嘛，对不对？我们教一个姐妹也是被她妈妈强迫去那个按手那个热手，她就祷告啊，被妈妈逼的，她就祷告说：“主啊，这个能力是如果是出于你的，我就接受；如果不是，我奉基督耶稣的名抵挡他。”她每次按手，她就奉基督的名抵挡他，奉基督的名抵挡他。结果那个人哦，我热手热到呢，盖成个那肉体啊呢，我在那热的时阵起一个呢，随花意呢，就变成普通色啊。哇！迄人气感，我跟他们，他们那火，他们这了个小开啊，个热人花意。哎，就讲你是创啥你？你是不是信耶稣？我信耶稣。啊，你较变，这不更多诶！不要去接受这一些邪灵邪术的啊！不要去接受这些额外的恩典，也不要去窥探你将来的秘密啦，或者什么啦，预言啊，什么那些，我觉得那个都很可怕。我觉得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就好像说我们即使有人得癌症啊，应该把生命交给谁？交给上帝。病痛交给什么？医生。喜乐面对的心交给自己，了解吗？我们亲友跟家人来陪伴，这样啊，没有人保证牧师祷告一定会好的，生命在上帝手中了。好，这种观念。好，这就是第15节。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他在审判以色列人。第16节就要讲到以色列。第17以法莲，你讲一下，以法莲也是讲以色列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来第16节。他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好，后半节哈，我们都搞不懂。后半节我们的修订本就说：“现在耶和华要牧放他们，如同牧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吗？”有那个吗啦，了解吗？啊，我们和本没有吗了，就搞不懂了，就读不懂了，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就要意思是什么？以后接着一连串16节到19节都好像那个动画的画面一样，他先16节先用那个什么家畜做比喻，以色列人像倔强的母牛，那个倔强的母牛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不愿意负恶啊，打也不走了，了解吗？赶也不走了，负恶听懂吗？打鼓打啦，因为他那个恶一担了以后，他就可以犁田嘛。啊，他就可以耕种嘛，他就可以什么，牛车拢给当行嘛，就他都不愿意，意思说他很倔强，坚持违抗主人的命令。他一坚持呢，顽固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却指望像受宠的羊羔那样的待遇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啊，现在这种人叫做妈宝嘛，是不是？其实我们要从小要训练我们的儿女哦，家人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你越有纪律，我就给你更大的什么自由，了解吗？你越自我负责，我就给你更大的空间。你越有礼貌，我就对你更大的什么，了解吗？而不要说你没有 discipline， 没有纪律，你却要自由。所以给孩子太早、太过度的自由，害死他们。那以色列人他们的麻烦是顽梗，像倔强母牛，不肯离开祭坛，巴力的祭坛，不肯听劝，不仅顽固不化，刚愎自用，可是他期望的却是跟良善的羊羔那样温和的对待羊羔。你有没有发现家里人最不守规矩的、最叛逆的，他整天最会攻击人家的？同意吗？你们都不爱我，所以我才会这么倔强。哦，都是这样子，你们都没有对什么，所以这是很悲哀。所以无论上帝怎么用智慧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这么顽梗。所以上帝必须对待他们像不配合主人那些愚蠢的动物那样。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对待我们，其实不是用奴性的对待。很可惜，现在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做法，很多或者父母都是教导奴性教育的，而不是教导他们纪律的。哦，所以纪律不是奴性，纪律是 self discipline， 是自我节制、自发性的想读书。可是现在父母，现在你看到现在孩子练琴，都是有的妈妈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衣架，还不练，音错了就打。好，什么读书也是都啊，到学校用骂的，用辱骂的，都在玩这个游戏。啊，其实呢，越玩这个游戏，越孩子越顽梗，实在很悲哀。所以呢，上帝要对待我们，其实他渴望我们承担像牛一样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你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越大。这个观念。好，1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因为这个17节跟16节一样哈，都是怎么样？这个17节是何西阿的感慨，他说以法莲沉迷在偶像，这里有一个亲近，和本音叫亲近。那希伯来文另外一个翻译都叫做联合、联盟、伴侣。从上下文来讲，
所以以色列完全被偶像辖制跟掳掠，甘心成为他的奴性，然后指着施行无数的咒语跟符咒，然后呢，他就被牵绑。我们基督徒绝不要算命的原因是什么？圣经上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换句话说，上帝的道的真理哦，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个我们要持守的，那个最重要。所以马克吐温哦，你知道马克吐温是谁啊？美国的一个什么小说家，对不对？马克吐温台湾有一个人，因为马克看《顽童流浪记》被抓去关。因为马克吐温是谁，你知道吗？是马克思的哥哥。哇，这也很荒谬的。马克吐温这个人，不是写那个《汤姆历险记》吗？跟《顽童流浪记》吗？要写那个植物学的。他蛮可爱。他说，圣经中最可怕的不是我读不懂的，最可怕的是呢我读得懂的，而我没有照着去做。这个最可怕。好，亲近偶像为什么不要去算命呢？因为算命的人讲正向的你都不听。我有朋友在算命，他说我们算命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先给你放毒。你这样会都危险哦。你说哎呦大叔啊，要怎么呢？你不可以吃猪肉，我都没得吃。我说了解吗？恁兜说，你唔知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啊，你若问先生就要吃药，若问神明就倒位也唔对。听懂这句话台语吗？问神明就倒位也唔对啦，若问先生就要吃药啦，你若问寿命的咧，哇，就讲哈，他就给你放毒，放毒完了再帮你解答。你知道吗？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对不对？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他是被铁链链住的。所以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拒绝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可是魔鬼虽然链住了，但是如果你跑，就好像一只狮子被你链住了，你在狮子的链子外面啊，它怎么咬都咬不到你，同意吗？但是你自己走进它的范围的时候，会不会走到？所以那个算命会准的原因，是因为他讲的咒诅是一个很强的念力。很强的念力啊，就你在脑海中能洗脑，然后你就会往他暗示的地方去走下去。这很可怕。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看一个人在算命啊，一个囡仔6岁，囡仔讲：“哎呦，你这囡仔太可怜了，以后会娶6个某嘞，会娶6个太太啦。”他的妈妈说：“哎呦，某啦，一个就好啦，娶追，也某他也个遐上中。”他就讲说：“是死他娶，不是啊。”那你看好，这个算这个命的说，求那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到我命中的带着6个某啊，你现在就是第一个而已，下一个会更好啊。说第二个还会更好啊，了解吗？洗脑到很可怕。所以我老婆时常讲，她不算命，她算到自己嘛。对呀，他会看风水，为什么自己爸爸不葬呢？祖父不葬呢？他虽然什么叫不是，但你的就是你。是啊，以法莲就这样子迷啊，然后被偶像的咒语符咒牵制，所以什么没进没去假霸气。我们家我爸爸妈妈给我们一堆礼俗要守，我那时候没有信主，我那时候信主了，所以我全部都反对了。其实我做的不够漂亮。我们家3个孩子都没有那个细沟，没修暖，听懂吗？收那个咸呐，口水啦，要做那个饼干这样吃的。我妈妈要我打电话一直催我都不做，结果我3个孩子都没有流口水。那我妹妹的孩子呢，2个都做了什么，还要呛他阴刚刚什么都的，结果2个都一直流口水，流到小学3年级。我就跟我妈妈这样笑。那我的亲家也叫我的女儿做，那我女儿怎么做你知道吗？她怎么做？我女儿怎么做了？她叫她做，她就用这个4个饼干，每一个写着耶和华祝福满满、喜乐、平安、恩典什么，了解吗？然后就为她祷告祝福。这个也不错吧？我们把它转化嘛。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做100日礼拜吗？然后那围罗什么的家里没有信主，
家里完全没有信主的人，有大部分都没信主的人，我才会做百日啊。百日何如？我们就用一个新的方法在替代，用上帝的话，对不对？啊，你知道入厝的人哦，有啥你知道？爱圣洗圣准，当时一帮，当时上海，当时开锣，然后还要拿罗巾，这桌子要怎么样？什么有没有罗巾啊？听过吗？罗盘那个罗巾这样算啊？基督徒没有啊，基督徒没有，我们就用什么？用上帝的赐福啊，为这个，我们这些都是从民间都要把它改过来了。这样了解吗？我举个例子哦，我有一次哦，我一个同学是基督徒呢。结果他妈妈要葬的时候，他拿罗巾在那圣告，圣告就棍了。算完了以后，拿那个表哦，跟码表这样算了，全部都等啊，等到那个吉时良辰的时候，锵放下去，算得很准。这边等了好久啊。我一个同学啊，我说奇怪呢，基督徒呢，就那车都黑了，又不及时又不良辰。请问，如果家里没有信主，会不会怕？你信仰说要那么多你敢不了？怎么办呢？我去帮人家那个安葬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当年也在克西马尼园有没有？你也安葬在谁的墓穴里？亚利马太约瑟的墓穴里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求主差遣圣天使来看守这个墓园，好保守它，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被提。因为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上帝切天题材呢，比你的及时良辰更看得好呢，了解吗？他们就安心了。重点是我们用一个替代的啦，就一个替代叫盲目那个以法莲听进这个以后最后他说任凭他们吧。意思就是何西阿对那些同样忠信的那属灵同伴在感到说，我真的无力回天了，任凭他们嘛。所以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在那边得意，那是上帝的伤痛。好，我们看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长官最爱羞耻的事。好，现在都开始在讲以色列了对不对？在讲以色列，前面在讲其实在讲以色列了。以色列人亲偶像，然后搞邪术，然后被捆绑住，然后变得没有自由。好，他们呢，这里呢，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另外一个翻译比较清楚了，叫他们的酒喝尽了，仍然不断行淫。意思这是比较贴切的翻法。醉酒跟性放荡、跟拜偶像有什么关联？以色列人他们酒醉心迷，然后热情高涨，然后就进行淫乱。你知道，我们有一句话叫“借酒怎么样？装疯”，还有“借酒壮胆”，有没有借酒攻鸠请问他说酒话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也是一喝起酒来就乱骂人我们的邻居也是，我说骂到我那又才平时没喝酒的时候是胆怯的、恐惧的不得了请问他借酒壮胆的时候，对，装疯卖傻，请问他自己知道不知道？都知道，然后嘴巴说我都不知道，我都追嘴那是假的，他其实知道。所以以色列人贪酒贪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从众人格的可怕。来，我们台湾为什么喝酒会那个酒测过不了？你知道，我去德国我才发现，德国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做啤酒呢。德国的啤酒比那个矿泉水还便宜呢。我吓到了，我们德国老师跟我这样讲，我不相信呢。我去德国才发现，真的比矿泉水还便宜，而且德国到处那个啤酒，每一个村庄啤酒都很好喝，都不一样的。他们没有专卖局所以他们就做。你知道他们请我喝酒，我就说我不要。我一讲不要他们所有酒在我面前，他们都自己喝，都不给我，害我想喝他也不给我，了解吗？你不喝嘛？他问我想喝什么，我说想喝白开水，他们就很惊讶。我就真的到处都就要喝白开水，他们很尊重我。
啊，他们那个水果蹲了，你要不要？我说不用，不用，他就收起来，他们自己吃。大家就是不会给你，他把尊重人到地步，我又吓到了，因为我不好意思吃，结果以后就吃了才不好意思，对吧？以后我都学会了，人家请我们吃东西要先吃，吃完了才不好意思，对不对？不要不好意思吃，不好意思吃就没得吃。啊，其实我不能喝酒啊，哇，一喝下去以后就一直打瞌睡。那个一路在开会的人说：“哎，拜托，启峰你不要喝了啦。”OK， 那个你知道，对人的尊重。可是台湾喝酒是干杯啦、火大啦、先干为敬。你看不起我吗？你不 keep 都要把对方灌到吐。所以那个从众人格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你不敢喝吗？敢喝，好，喝了壮胆，喝了开始全部都玩在一起。所以巴力崇拜是以色列人挡不住的热情。然后呢，被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首领最爱羞耻的事，巴力崇拜，他们把这个羞耻的事当作尊荣的事。我也觉得很悲哀。你知道台湾的年轻人在抽烟的时候都是被激励嘛？你不敢抽啊，对不对？我已经挂牌了，了解吗？都是在玩这个游戏。我们一个学生也这样了，他说：“你都不敢呛牧师，只有我敢呛。我把牧师骂得像小孩子一样。”他这样啊，我们那个学生听说牧师对你这么好，这样子，他说他想把他痛扁一顿了，来问我要不要扁他。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他那个人需要被怜悯了。所以好多人都爱玩这个游戏，借酒装疯，然后群众那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小没有被教导成为敢另类的人。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悲哀。你知道那个中国在先秦文化的时候是教导我们另类的人，尤其孟子说什么“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怎么样，吾往矣”。他们敢这种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然后成为另类的人。那我们现在呢，不敢。从众人格太可怕了，尤其受民理学以后，我们的文化太从众人格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触众怒，不敢。所以基督教有个名词叫敬畏上帝。你们知道以前台湾长老会早期的长老会要选长老他们常常说：“这个兄弟非常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的英文叫 fear God 嘛 ，fear 就惊嘛，敬畏上帝。可是我从小听我爸爸教导我，跟我说：“你都无畏无人，听懂吗？无畏无人什么意思？不是，你都没有畏惧人，了解吗？你心中无人，你应该对所有人都要恐惧害怕，你要怕别人笑你，怕别人给你没面子。我们被教导是面子文化，教导是恐惧怕人。可是基督教的观念叫 fear God。fear God 的意思是说，我怕得罪上帝，我不怕得罪人。在人跟上帝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的时候，我选择敬畏上帝，我不要怕人。如果两全其美的时候，叫做容神益人，这样了解吗？所以圣经没有教导我们都要犯众怒，不是，是当众人都得罪上帝的时候，我甘犯众怒。所以今天我认识一个很可爱，有一个武昌的一个弟兄，他们的那个智悟学院绝对禁止任何关说，也不准会有先报名，全部都那一天。他说他得罪了弟兄姐妹，每个人骂他啊。他说反正我得罪了所有人以后，等于没有得罪了。当所有人都被我得罪光，等于没有得罪了啊。大家以后知道了，就知道你没办法。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候，我不准学生那个期末退选。我开学就讲好了，你们绝对不能期末退选，而且白纸黑字写好了，每个人都签名。所以到最后期末要退选的时候，我不准，好几个来哭啊！你不给我期末退选，我会被21啊，我会被退学啊，什么什么啊？有人说找他牧师来找我啊，有人说找他父母来给我跪。我说你找你父母来给我跪可以啊，我也跪啊，大家一起跪啊。他说牧师你不救我的孩子，我不起来。我说那我也不起来，我来比看谁跪得久啊。
是绝对不可能不妥协啊！我开始的时候，30几个一直来给我压力，拒绝。下一次呢，第2年呢，就没有人再讲了，沟不通了，知道我沟不通了啦。啊，我当然会讲那原委啦，我要讲原委啦。啊，不要从众人格，害了孩子。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经得起试探，没办法经得起挫败，整天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啊，就很可怜。所以今天整个圣经都在讲解的，说到第1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风把他们裹在那个风，其实他讲的意思是情欲的，他们被旋风剪去，啊，那个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被旋风剪去的啊。因为我们刚才有跟你们讲了，他说用一个 image 嘛，了解吗？他们说他们玩梗，就是说像他们什么玩梗的母牛嘛，了解吗？他们说情欲就像他们整个被风卷去，意思说被情欲卷去，所以他们完全被异教偶像牢牢的辖制。结果他们所献的祭，好，这里后面出来了。请问以色列谁有资格献祭？祭司。祭司应当负责教导以色列人专一敬拜上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么多的从众人格出问题出在祭司？所以教会的牧者很重要。教会的牧者如果刻意要讨好会友，那就是很悲哀的牧者，不敬畏上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能够献祭的是祭司、祭坛？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些邪情、私情、那个邪情私欲，其实是祭司在那边放纵？我觉得我们的儿女会出问题，除了说朋友带领以外，交到坏朋友，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儿女心里面真正的稳妥啊！最近有一个人一直打电话要求我一定要去处理他家庭的问题。其实我这3年来已经跟他讲说，你们在孩子面前不要再吵了啦，我拜托你们啦。他也跟我讲说，他只要他们夫妻感情好啊，搂着腰他们孩子好快乐。在青少年的时候阶段，现在孩子已经吸毒了，入黑社会了，蛮严重的啊，就是对这个社会没有免疫力，没有那个啊，我们也不准孩子反抗，不准孩子有主见呐，你都不听话。好，他出去也听话就任凭摆布，而他不敢反抗。所以我们及早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使他们对上帝负责任。我们甚至于我们做父母的敢跟他讲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敬畏上帝，请你跟我同行，我们一起来敬畏上帝，而不是你要听我的，请你听上帝的话。所以圣经上有没有说我们要孝顺父母？10诫有没有说？错了，10诫叫我们孝敬父母，有没有？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在主里孝敬父母。主里的意思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尊敬我的父母，即使他不值得尊敬，我还是尊敬他。这样了解吗？好，第二个，孝敬跟孝顺有没有一样？中国文化是要求你孝顺哦。君要臣死，怎么样？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呢，子不能不亡。所以是单向伦理。你婆婆要你孔雀东南飞，那你怎么办？你最后离婚了，就乌龟西北爬，好荒谬哦！全部被主宰制。可是圣经上说，要在主里孝敬父母。如果父母所作所为的是违背圣经，请问要不要顺啊？不要。但是不顺，但要不要敬啊？要。敬跟顺不一样。所以孔子教导的是孝敬，不是孝顺。因为孔子有个徒弟最孝顺的叫曾子，
曾子有一次被他老爸打得半死，打到他没办法走路，用爬的来见孔子。一到孔子门口的时候，孔子用脚把他踢出去，说：“我没有你这个不孝敬的学生。”啊，孟子说：“我被我爸爸打得半死，你说我不孝敬呢？”曾子啊，他说：“你爸爸有没有比你壮？没有啦。力气有没有比你大？也没有了。你躲剑啊，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让他打？他说你让你爸爸打一下就可以了，尊敬他嘛，打一下嘛。”然后顺全民，他在打你到半死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发狂了。你不应该容许他打你。你这样的话呢，你让得孝顺之民，而让你陷你爸爸于不义。打第二个你就要逃走了。孔子这样讲很精彩嘛。孔子那个顺绝不是这样，他说你如果你养狗养猫都给食物嘛，啊，你给你爸爸妈妈养这个东西。啊，结果没有敬，那你不是跟养狗一样吗？对不对？所以敬比较重要，尊重爸爸妈妈跟我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嘛，历史经验，不同的价值观嘛，不同的看法嘛。他讲什么我就听嘛，对不对？所以我爸爸妈妈以前就是一直骂，你们听吗？我有听，没改不？我不爱改，我都气得要命。但是他们以后对我怎么样？他们以后真的会很敬佩跟欣赏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儿女跟什么，他觉得这是好的，不像那个民间信仰那个没有主体性。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建立主体性啊！主体性的英文怎么说 ？subjectivity。还 subject， 就自己能够主导自己，自己能够向上帝负责，让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我随从圣灵而行，而不是随从脾气而行，而不是随从看人脸色。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你有没有发现，祭司没有格，教下面整个都没有格，整个都乱成一团。所以教会人家在流行什么，我们不要把社会那一套放进来，把社会那一套放进来以后，变成看管不看给，听懂吗？有些牧师会被你势利，会把人分阶级，会不会因为你有钱，因为你有势，你有什么，对不对？就会请上座啊，没有钱的就请坐，请上座啊，没有了坐。这些，所以雅各书里面都叫我们不要跟这些。那今天从那个何西阿都在讲这个，真的主体性的建立，单独对上帝负责任，成为一个另类跟随主的人，成为一个另类的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尤其怜悯你所爱的传道人。主啊，帮助孩子能够敬畏你，也带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敬畏上主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朋友的网络里面，主让我们不看人脸色，不仰人鼻息。主啊，恩待我们，唯独敬畏主，我们能够容神益人，我们心里面不要惧怕人。主啊，因为惧怕人，就必陷在网罗里。主帮助我们跟人的相处不卑不亢，帮助我们不骄傲，但是我们也不自贬。主啊，让我们能够跟人产生互为主体、双赢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最